其他社会消息来关心，计程车稳奖都要特别注意，因为台南市有一个查某囡仔利用人面册加一个稳奖的赖，甲对方讲，因为发生车祸，我都出门，请伊到三港买芳买卫生用品，含一组成主文好的产品。稳奖真好心，拢总开1635块，送到对方讲的地址。这市电铃煞无人来应，才知讲原来互人骗去。嘛提醒其他的稳奖唔通好心互雷针。你们用这种诈骗很不可取啊！客人超稳奖起不配，因为伊的好心，互诈骗集团利用，互伊感觉实在有够恶质的。就是这个查某人透过来甲伊联络，稳奖讲正月初3的时阵，捌伫人面册铺信息讲，希望会当加邮一寡行李，想袂到就变做诈骗集团的目标。同业啊，证实过确实有这一种情形，我才想说好啊，不然就帮忙一下这样，因为毕竟没有很远啦。16号暗时8点外，查某人先为人面册加稳奖的来，刷来传信息讲，家己因为出车祸卡无方便，加上边仔无朋友会当斗三工，想要请稳奖替伊买炸布较香，佮讲会补贴车钱100块。伫介绍之前，查某人佮予伊一组号码条，讲是有订代销的商品。司机按照对方的指示，介绍的时阵开1635块，不过伊甲物件送去到查某人指定的地址的时阵，市门人煞无人甲应问。昨晚我问店家那是什么？他跟我说那个是那个游戏点数的条码啊，我说啊那能退吗？他说那个刷过去就不能退了。即马物件已经买落去啊，煞找无人，司机敢若会当算家己较衰。另外嘛，甲对话铺起咧网络，提醒其他的稳奖爱注意，莫互诈骗集团骗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